后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真出名的机车的经销商永兴车业，因的63岁女会计涉嫌伫4年内以高下搬物件的方式，侵占到经销商的汇款超过5000万。台北地检署诉讼约谈这个女会计，甲伊的翁婿甲后生。讲这个女会计，互带入去地检署的时阵，是一直扣，了后是以50万来交保。讲伊的翁婿要离开的时阵，佫甲镜头比耶。这样会不会辜负老板对你的信任？听到这句话，这个小姐两日目睭靠甲翁公个蒋怀怀，互带入去北极复审。伊是出名奥特曼经销商永兴车业姓陈的会计师，涉嫌侵占公司的小款，连翁婿甲后生也被调查。翁婿红带入去地检的时，佮对镜头微微啊笑，看起来真轻松。问话了后，甲因后生拢被请回。姓陈的会计师是50万交保。这家知名机车经销商不只有机车买卖，还有维修服务，在永和中山路上就拥有超过5家店面，但现在却爆出有女会计涉嫌侵吞5000万账款。63岁姓陈的会计师伫永兴车业做10多档，会当家己完成卖车款项的收支，而且无人过问。一直到公司发现，伊伫2018年到2022年之间，涉嫌侵占小款，各做假销，甚至透过亲人伫宜兰买厝，这4年都共侵占超过5000万。好了，没事了。落尾，翁婿陪同伊做伙离开，也毋过面对记者问题，拢无回应。因翁一手甲因摸摸咧，一手对镜头比一个耶。如今规口罩拢是被告的身份互约谈。对于这个代志，公司无想要加做回应，敢若讲公司的运作无受到影响，是讲啥嘛想袂到，被受信任的资深会计，竟然有可能是公司的内鬼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